当做是你的手。哦，安尼啥？啊，你画一两三。这两三三，登去啊咧！你讲迄是我的手？我谁来的？我手起来啊！哎呦，人的手才会当成功啊！哦，家己的手啊，放歌啊！哎，较紧嘞！啊，快紧啊！嘿，对。哇，真的假？哎，小等哦！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仔日是金蕉倒手的思念会，为着要思念金蕉的倒手，所以今仔日就特别来咧做这个集会。来，小等嘞！金蕉你娶我娶偌久？我转2年。啊，囡仔生未？啊，袂啊，我讲你拍拼，手最重要的。小等，既然2年无生出来，安尼甲接就无要紧。哦，你头前的迄什么下海拢流歌的，怎么？你面顶的下海流歌。拢头看呀，小等，我第一摆看到金蕉的退兵吼，会流庆歌呢。